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7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距离1月11大选的日子愈来愈近，总统蔡英文进行全国扫街大游行，6号下晡来到台南市，甲立委候选人陈廷辉合体造势，引导受到侪支持者欢呼当选，甚至阁有数十尊的新将伫路边迎接总统的车队，象征掌声护台湾。距离大选日子剩无几天，为了聚集偌侪民众的支持，小英总统伫全国发起扫街大游行的活动。6日下晡来到台南市，甲立委陈廷辉合体造势，受到群众的欢迎，纷纷伫路边为因加油打气。除了一般的民众，伫路边阁会当看到庙会文化顶头神将，嘛伫咧迎接队伍当中，这互小英总统印象相当深刻。对着咱的小英总统做伙来游着咱的北区甲安南区，咱足感谢着咱所有安南区甲北区真正足热情。小英总统讲吼，这是伊感受吼今仔日上热情的所在啦吼，所以真的是很感动。那所有的民众都站出来，而且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出来支持蔡英文、支持陈亭妃，这位来救台湾。所以我想这是最重要。所以我相信小英总统真的感受到我们安南区跟北区的热情，尤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众行护台湾，在众神护台湾，因为咱拢知影讲，今仔日台湾都是爱靠大家。台湾若无靠大家做伙来斗顾，不是咱人俩。我相信神明都感受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没有一起站出来，我相信台湾可能会面临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未来。所以一定要用我们的选票来支持蔡英文，支持陈亭妃，让我们可以一起众行护台湾，做伙顾台湾。陈廷辉另外表示，只剩几天就要选举，希望支持者爱有票、催票、购票，伫1月11日小少出门投票。支持3号蔡英文、3号陈廷辉，做伙来捍卫台湾的未来。台南新闻张卫忠采访报道。选举进入关键时刻，国民党台南市第6选区立委候选人洪秀跳7号一透早就前往东区将德市场进行拜票，取得真侪摊商甲买菜民众支持，小姐要握手翕相。洪秀跳表示，伊感受到乡亲的热情，一定会赢得选战。距离投票日只剩最后几天，洪秀跳加紧脚步来到东区中德市场进行拜票行程，受到真侪支持者欢迎，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要求合影。群众的热情期待，嘛，互洪秀跳表示一定会赢得选战。今天到崇德市场来拜票，已经是第3次走这个市场了，而这个市场真的非常的大，所以1次2次有时候没有走完，所以我们多走几次，看到那么多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看到我都非常的热情，我心里也非常的感动，而且觉得自己更要努力，在这场选举当中，我们一定要选赢。2号洪秀柱，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非常谢谢，感受到满满的热情、支持跟期盼的眼神，加油！洪秀跳另外表示，1月9号暗时7点，会甲台南市第5选区立委参选人蔡淑慧，伫小东的夜市举办选前最后一场的联合造势暗会，希望支持者做伙来冲破难关，驻守台湾，幸福不等待，改变趁现在。台南新闻张卫忠采访报道。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赖慧媛为了争取年轻的选票，推出大型的催票扛棒，用少年人网络语言以外去引济眼光。另外，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蔡玉辉，这时间续进前批评选举公报版面设计无公平，进一步要求选委会道歉，若无道歉，就要提出告诉。
虽然距离选举只剩4天，不过2位候选人来会员这几天在选区重要的交通路口，佮踩上新的扛棒，主要就是要呼吁少年人一定要回来投票。只是用的方式是请问无回去厝投票是咧下路，向向互人啥拢无。赖会员表示，这款的讲法是网络语言，就希望对上潮流打击少年人，希望全力争取年轻族群的选票。要怎么样鼓励年轻人返乡来投票？就是用他们最接近的语言。他们最接近的语言就是在网络上他们常用的一个语言，是在 hello， 是在 hello， 是在 hello。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是在 hello 是在干什么，可是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他们惯用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用语是在 hello。为什么你不回来投票？你关心台湾，你关心我们这个民主重要的一个大日子，是在 hello， 一定要回来投票。欢迎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回来投票。在最后关键时刻，民进党赖会员全力争取年轻选票。另外，国民党的镇长蔡耀辉则是延续进前伫公办政见会外，强烈批判选举公报设计无公平的争议，强调选会根本无互候选人有机会公正摆板，造成的政见连放大镜拢看甲食力。会中伊表示，选会无道歉，就一定会提出告诉。我选完一定会请律师来提起诉讼，确认中华民国一个候选人告选委会的案例，就是蔡依辉，因为太离谱了，加三公无应赶快，我的问题拢要对拢符合他的规定，给你答应他呢？我能够怎么怪将公公我同意这吗？如何吸引选民争取认同？候选人最后阶段拢用尽全力，希望进军国会扩大服务。电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台湾要往倒去，全世界拢在关心。这届大选伫全国选举人总数1934万人当中，第一届投票的少年人都有118万人。这年轻世代投票率的悬低，也变成选举胜败重要关键。议会民进党团就召开记者会，呼吁年轻世代踊跃投票。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上午伫个年轻世代议员，包括蔡小薇、吕维印、李宗翰、加沈振东、李启维等人的号召，包括议员区丽丽、陈秋红、林志登等人，上午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台湾年轻的一代，爱珍惜会用用选票来捍卫家己的主权，守护台湾民主，踊跃出来投票。民主现在来讲，对我们来讲是像呼吸一样的一般轻松，但是是过去许许多多的前辈，他们用血、用汗，甚至用生命去换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现在的民主。民主真的很重要，民主让我们有饭吃，不会一夜之间把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公司给没收掉。民主很重要，民主让我们可以有自由、有创意，可以不会限制我们的思想更是让我们的创意可以达到创业更活络。那民主很重要，民主不会让我们非自然的死亡，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去投票。在这边再诚恳的呼吁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40岁以下的青壮年，请你们一定要返乡投票。我也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呼吁，不管我们选择是谁，一定要出来投票。因为我曾经我担任过老师，所以我时常在监票的过程当中，看到年轻的脸孔，真的是在投票所里面是算是稀有种，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可以享有这样自由民主的空气，真的是前辈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个心血，还有我们用血用汗换来的一个民主自由的价值。那不管我们现在拥有的权利，是我们想要往国家的哪个方向去迈进，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决定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所以拜托大家，不管如何，一定要回去投票。在政治上的语言，你们的投票率决定未来的政策引导的方向。所以这边，如果你今年支持蔡英文，非常谢谢你们，也期待我们未来可以共同监督我们的市政府，未来我们的总统怎么样子来做施政。但是无论如何，请大家一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对象无论是谁，但我们希望可以是今年护国保台的蔡英文。在这一点上，
绝对会影响到政府对于青年非常多的政策。那在这一点上，恳请大家继续努力。上澳舞会还有台南市成功国际青年商会会长、执行长，以及将近10位的大学生的代表，因表示一定会登去投票。不要去嫌麻烦，或者是觉得好像不关自己的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投票的权利，一方面也是对这个国家的重视，或者是对自己一些权利的一些把握，就这样子。然后就是不要嫌麻烦，可以投票，当然是去投票，因为这个国家未来也是我们这些青年会轮到我们这些青年去参政的一环。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慢慢的去对国家的一些政策啊，或者是一些福利的一些了解，然后去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也是对国家的一个帮助。根据2016年总统大选的统计，在20到39岁，全国平均的投票率只有57%，比全国总投票率61%较低。因此，民进党籍的议员嘛公开呼吁，希望年轻的族群要踊跃投票。新年同行，护国保台。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面对少子化，市府一直思考要安怎提悬生育率。市长黄伟哲认为，会当用发麻油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新生儿的家庭。上澳跨局处甲跨农会所推出的2020年乌麻油限定包装正式上市，市长嘛亲身来做行销。麻油长久以来就是做未来真好的补品，为了行销台南在地新鲜个高品质的乌麻等相关农地产品，市长黄伟哲这回嘛将乌麻油当作生育的奖励，由南局、民政局以及安定、善化、西港3区的农会共同合作，推出2020年限定包装。上午伫新营户政事务所移送回来登记的新生儿家庭，分享新生命诞生的喜乐，场面相当温馨。主要是因为台南市许多的新生儿，我们在2020开始，市府特别筹办经费来采购麻油，来送给我们的新生儿的父母，那能够让他们坐月子能够很快的恢复。大家都知道麻油是滋补圣品，那而且事实上也是许多的优质的油品，它有许多的加工品，包括饼干、包括芝麻粉、包括种种的这个加工品，事实上都是非常好的制品。那么在麻油的部分，我们当然是许多的北部、中部的好朋友都知道，台南有优质的本产麻油，台南是麻油跟芝麻的最大产地，很多外地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优质的。这个麻油连林志玲都知道了，怎么可以不让我们市民能够享受优质的麻油呢？所以呢，市府特别筹办经费来这个采购，然后致赠给我们的新生儿的父母，还有他们的这个家庭。所以呢，这部分当然很希望说借这个机会，能够让市民朋友们假贺到修补吃了以后就知道说台南的麻油跟进口的麻油比起来。有多赞了。市长除了多元行销台南的乌麻产品，拓展市场，并且鼓励生育，提升国力，会当讲是一举两得，嘛，互参与的新生儿家长拢相当的肯定，对市长的施政有感。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就是麻油对我们来说还蛮实用的，对，然后也是台南市自己的。自己生产的，对，所以我们很开心可以参加这次活动。首先感谢市长有这样的一个提议，因为我们也很惊讶，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参与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对，所以我们很喜欢，就是说刚好可以推广我们台南的特色，对，所以很感谢市长有这样的一个 idea。这款做人成功、马上幸福的乌麻油名号，除了内容健康新鲜，内亚顶面也有设计向前平平安康、幸福成长的金色片意象，相当大心。希望咱在地民众除了家己享受，嘛当当作过年送礼上好的选择。第一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
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连续将近20档的社区扶轮车做客成型，伫现任甲新当选的社长交接进前，透过议员翁玉芳牵线，特别颁奖协进甲莅临国小的家收入户，每人3000块奖助学金，总共57位学童受惠。议员翁玉芳表示，成立多年的社区扶轮车，伫历届社长的传承，每年伫岁末年终，拢会颁奖低收入户的奖助学金。今年伫社长卢浩生甲新任社长当选人汪聪明的带领，特别颁奖奖助学金，予协进国小甲莅临国小。对于咱这的同学来讲呢，可能一份的这个奖励金，并唔是金额足大条，不过迄个意义特别无相像。那么希望讲，透过西区扶轮社这样子一个关怀活动，能够让我们社会各界我们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互咱社会各界特别来注意到咱学童尤其是国小学童伫即马即个时刻呢，是真需要社会温暖的关怀。那嘛真感谢咱协进国小甲着咱丽人国小呢，帮阮来讲推荐这些小朋友呢，来互迄个社区扶轮社来表达这份的关怀。我是希望这个好事啦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啦，唔是单到我遮尔，到阮这个社长的这个当选人安尼，希望大家小朋友将来出去社会呢，应该有哪会当像有这个心，将来有成就的时阵呢，爱继续照顾弱势。我们会举办这个寒冬送暖，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透过学校，针对学校的小朋友品学兼优利用这个机会要过年以前呢，也当给因一个小小的奖励希望讲因以后长大以后，能够把这一份温暖继续的带给其他所有的人。这是阮社区扶轮社举办这个寒冬送暖的最主要的意义。两间学校的学生伫校长的带领，上午嘛出席颁奖记者会，总共57位学童受惠，由校长来代表接收。让我们的小朋友他们能够在求学过程当中，能够有获得一些贵人的相助，因为其实有时候家庭跟社会的一个联合起来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小朋友获得这样的一个资助未来你们一定要更加努力，成为未来我们下一届下一代的小朋友的一个贵人。那我们以我们的扶轮社的叔叔伯伯他们为榜样。我们不用等到长大，
我们就可以回馈我们周边的人。当你今天受别人的恩典，你就可以用你更小的力量去发挥你的影响力。所以我也觉得说，其实将来长大有长大的力量，小也有小的力量哈。所以我也期待我们所有领受这份恩典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哈，今天在这边这么慎重受到我们福能社我们的议员的关心，我们也受人关心，也要把这份心回报给我们周边的人。团成将近20档的社区扶轮社助学成型，这几年来帮助过未少的学童，包括进前迁出社区的新南国小甲金城国中，议员除了呼吁社会大众共同发挥善行，同时嘛鼓励小朋友未来嘛用个传承这种的好善行。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马上就要过年，为了让看病民众也当感受过年的气氛，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特别伫个门诊大厅举办岁末关怀活动，安排写书法、剪纸以及表演，让现场充满温暖的气氛。随着农历过年的脚步愈来愈近，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特别伫门诊大楼举办了金树迎春喜洋洋的岁末关怀活动，要让伫病院住医，或者是来看病的民众会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现场除了安排一系列的表演以外，也邀请书法老师现场写春联来义卖，同时也有剪纸老师的现场表演，让民众拢看甲非常认真。在这里呢，我们农历新年我们传统的日子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想到我们的亲人多打电话，多联络，要关心要关心不管他在哪一个角落，在美国都要我们主动，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自己先打一个电话给人家，写一个卡片给人家，人就会写尾会敲电话给你你唔通伫厝等人甲你问候，你先问候别人就讲像院长安尼讲新年到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要主动问候别人，关心别人，人家也来关心我们这个我们台湾就是那么美、那么有爱心的一个社会。那我们台南医院永远与我们大台南民众在一起。祝大家健康平安，新年快乐，鼠年行大运哦！这届活动的重头戏就是由平均65岁的乐龄合唱团所带来的演出，伫陈美芳老师的带领之下，让大家了解到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也让长有的长辈活了更加健康。现场除了精彩的表演以外，台南病院也安排了卫教的时间，让现场的民众伫享受表演的同时，也会使对各种的卫教观念有更加侪了解。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80年厝的刘思婷因为介意地印文化，互伊有想要家己经营地馆的想法。毋过毕竟创业无遐尔啊简单，所以透过申请劳动部微型创业贷款。除了有充足的资金，嘛有专业的顾问协助，互伊开业以来减行冤枉路，也就是愈来愈好。今日店内先用简单的空间设计，打破一般人对地馆的印象。而这间地馆嘛是目前台南为紫麦有机乌龙茶甲红茶专卖店。头家是80年厝的刘诗婷，因为泡茶泡出兴趣，希望互更较侪人认识台湾茶好。所以申请政府专业贷款，放弃原本设计工作，专力来经营茶馆事业。在这方面，可能我们对很多事情不需要思考太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评估风险的时候，要有具体的数字的考量。那在这一部分呢，我在写创业凤凰贷款的时候，其实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因为我们在将脑袋的构想化成具体的文字的时候，我们还同时需要去评估我们要如何去规划这些贷款的运用，
跟还款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有更明确的执行方法跟策略，甚至能够对风险有一个更明确的规划。虽然一开始经营人客无济，这2档拢了钱，不过伫伊的坚持之下，后来甲创业顾问讨论评估风险、调整行销以后，才慢慢拍开知名度。开始创业需要充分的财务甲人脉，所以建议想要创业的朋友会当多多利用政府的资源。劳动部微型创业贷款最高额度已经有200万的额度哦，那包含6大特色低利率、免担保人、免担保品，然后前2年的利息全免，然后有免费的创业课程以及创业的辅导，然后欢迎有兴趣创业的妇女以及中高龄者都可以来善加的利用。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即马看到愈来愈侪人愿意来店内品茶、互泡茶，不过再是老人的专利。刘水婷讲，确实真有成就感。第一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19度到22度，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